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系阿明哥刘浩明。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系何明水导演，伊团已经过身呢700年导演，如果做我哋呢看见台湾呢个导演，系对过久嘅朋友。3年前我哋呢700年导演睇嘅空中，因为佢意外过身以后，何明水导演都因为讲，伊希望大家完成伊团700年导演呢伊嘅约天。对伊在睇天南方走，伊在睇天南方走，共同为台湾做一些事情。佢就在去年的时间，我哋何明水导演就开始伊嘅导演的头发茶的计划。而且我台中的同事，我哋还有屏东的嘉东，还有我哋呢台东的成功。而且都在偏乡的地方，遇到偏乡的声音呢，搞一定用影像去记录这个家乡。观众朋友，你这个听我讲嘅按道，一定会想讲，马上请我哋嘅来宾出来啊！我哋马上欢迎我哋今日来宾，我哋何明水导演来现场。大家好，我係來自南投嘅何明水。我想問一下我哋導演吼，其實我哋都有講我哋700年嘅導演，其實伊哋去我哋嘅看見台灣嘅事情嘅時間吼，已經因為意外過身啦吼。我想問一下吼，其實佢當然想問講，空拍也嘅事情係咩鬼夢想啊？其實我常常有一種包括就是我會跟我的助理講哦，不要把空拍當成是一個很簡單，然後是很好玩的事情。因為在台灣做空拍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台灣是一個多山的一個環境，所以它在山裡面它產生的這種空氣的擾動是很大的哦。再來一個台灣的四季很明顯，所以它在某些情況下山裡面的這種氣候是很難掌握的，所以尤其台灣的一種空拍的一個環境不像別的國家來的那麼的容易，所以空拍它相對的有很大的一個限制跟它的危險性存在。其實空拍我唔可以用我哋呢個噴砂機去翕啊，因為伊冇辦法翕安高嘅地方，太過我哋用直升機，但是像頭先我哋導演講。我哋直升機吼，你看我哋地形上面的嗰種溪流，會影響到我哋直升機。但是因為台灣視察過下，伊係喺山軌道，所以常常遇到一啲山谷嘅地方，伊個溪流完全冇響。像上一班我哋呢700年導演嘅時，都讀到伊哋看唔到溪流，嗰時伊就出一些事情咧。嗰時嘅時間，每一班的空拍嘅時間，唔會做乜嘅準備嘛？其實我們常常講，就是說你把準備做最好。然後其實是之前你要先把這個想象的最差，那因為你把這個想象最差，你就把這個準備做得最好。再來一個就是說，除了你平常的準備之外，我們常常，其實這個是我從來不跟我老婆講的一句話，就是說我在出去之前，我會先寫一張紙，在上面寫的我想寫的話，包括就是說我有哪些東西放在什麼地方是我老婆不知道的。包括私房錢啊，那我會寫在這個資料上面。那我們也希望說，萬一怎麼樣的時候，我老婆第一時間可以知道我寫了什麼東西。但是呢，這個事情我從來不跟我老婆講。那任務完成回來之後，我第一個動作是先打電話給老婆說，我回來了啊，我回到地面了，然後回到辦公室，第一時間就先把這個資料撕掉丟掉。個問題係你為咗做安危險嘅事情，要做一個安泰嘅準備嘅時間，有想到講做乜嘅空拍有乜嘅安好嘅地方，不用人一天喺矛盾什麼樣嘅危險去做一件事情咯。其實空拍好，它真的是魅力很大哦。除了是我們用不同的一個視野跟一個高度，在那邊去看我們的腳底下的一個一個環境，那再來一個就是說。你所每次看到的是不同的一個視野，每一次的任務都不一樣，甚至說我們所要去的地方所給我們的感受也會不一樣。主要就是說因為你看到的是一個不是一般人可以能夠看到的一個視野跟高度跟環境，再來一個是你當下會感覺到說世界都在你腳下。這是迷白的空拍的時間啦嘛？你這個有發生過？你這個印象過什麼事情嗎？有。其實有一次是我們就是在台北市做空拍，而且那個是20幾年前的事情了哦。在那個時候的空拍的一個設備還不是那麼好的一個狀態下，我們常常就是
要把人是挂在这个半个那个直升机旁边，而且我们那个直升机呢是要把门给拆掉的，方便我们能够坐出去。我们通常是只坐半个位置，半个屁股，然后半个屁股是在外面啊，那我们就只是脚踩在那个机身上面而已，是出去的。在那时候呢，还没有像这么的有这么多安全的这种，包括空拍带，我们就是那时候都会带着绳子，一边绑着摄影机，一边绑着人啊。那一次呢，是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车子等在外面，然后透过他们航空公司的这个接驳车，把所有的器材都放上去了，到停机坪去装备。那一次呢，是助理忘了把绳子给放到车上去了。当我们弄好之后，发现说，哇，不对，少了那条绳子。但是呢，我们常常讲说，因为台湾的这种空拍的环境不是那么好，是我们必须等到8点钟，这个航空公司或是这个我们要申请的单位呢，他们8点上班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开始办。等整个办好，然后把飞机这个都弄好了，能够飞上去已经是将近9点了。那我们觉得说，这个时间点已经不是很好的一个时间点了。如果说还要再回到外面去把绳子再拿进来，可能要飞上去都要9点半以后了。所以我当下就觉得说，好，算了，不要了绳子不要了，我们就上去了。但是呢，因为直升机不像现在有那么安全的空拍带，以前的这个只有现在的这种腰带而已，而且是很容易一扒开就可以解开的这种腰带。那我们上去之后就会先试一下我们这个到底拉到我多少了，我大概是可以到什么程度。结果呢，其实一上去之后就开始忘我了因为拍得太高兴了，就啪拍了之后就是说，奇怪，我怎么可以真的这么出来才发觉不对了，不见了，什么时候掉了不知道，赶快人一往里面伸进去，满头大汗那才会发觉说什么时候掉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了就是说，万一掉下来，那可能仁爱圆环那个铜像就要换人了那当然，其实这么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瞒着家人在做那所以其实在齐柏林我们一起在飞的时候，我常常会开一个玩笑，就是说安啦因为我爸爸的朋友曾经帮我算过我的紫微斗数说我可以活到50岁所以我常常会开一个玩笑说不用担心因为我可以活到50岁，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全的下来。當初做乜有想講我去行業也要空拍嘅一個工作嘅內容咯？其實空拍也是因為我們要去介紹這個環境，介紹這個大地，甚至比如說我們在講台灣的這個湖泊，講到台灣的高山，你還是得用空拍機不是用空拍，因為那時候的空拍機不像現在發展得這麼的好，這樣。咁咩意味講？即係你開始做紀錄片嘅關係咯？其實都有包括就是說我們那時候幫行政新聞局做了很多國際的宣傳影片所以當你要講到這些大山大景的時候，你還是得要用這種直升機去做空拍的一個動作，或者說有時候我們做一些廣告而咩嘅地講，即係其實做紀錄片翕紀錄片翕得幾久嘅？當初做乜為什麼我去翕紀錄片？其實我進這一行呢30年了。其實我剛開始的時候是先從戲劇那當然也當初也沒有想到說會進到這個環境裡面，是因為去參加的華視演員訓練班，到這個樣子才不小心掉到這個環境裡面去。但是開始慢慢接觸之後，就是有拍這個戲劇有廣告，有節目，有紀錄片。但是後來就是覺得說紀錄片很吸引我，是因為我跟這些受拍者是一起在共同成長，然後我看到他們的喜怒哀樂，我也跟着他們一起在歡喜，在高興，所以我慢慢後來就覺得這是我想要的，因為我可以跟我這些好朋友能夠一起成長，而且在一段時間裡面共同的有所學習。
因为对我哋觀眾朋友來講，我發現你可能較少去接觸到我哋紀錄片啦，吼。係咪都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講，一般嘅新聞片嘛，係去採訪我哋嘅人，跟同紀錄片有乜個差別咯？這個地方就是，其實我在我們的課程裡面，我們都會稍微講一下，就是說，為什麼新聞節目跟紀錄片的一個不同？新聞跟節目來講，它可以是個比較即時性的，那它是用一個很快速的一個方式去介紹一個故事。或是一段節目，但是紀錄片不一樣，紀錄片你必須要花一段時間，它可能是幾天，可能是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跟我的這個被拍者，或是跟我的主角，我的這種題材，要花很大的時間，我從前面就開始的理解，到最後我能夠去知道，能夠甚至我能夠跟他們心靈相通，我不要去特別的問他，我不需要去特別去了解他，我就知道說他現在心情怎麼樣，我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我怎麼樣去記錄他，甚至我怎麼去解讀他的所有的這個動作。咁你發現去紀錄片應該翕得幾長嘅一段時間，咁能用我去剪出那差唔多出1點鐘，冇到1點半鐘嘅一種紀錄片咯。這就是我們常常就是我們要怎麼去透過理解去知道說我想要的，我想要表達的，我想要告訴觀眾的是我的觀點，我的什麼的一個想法。那從這樣子我才能夠知道說我怎麼去把我的內容給濃縮成50分鐘，甚至可能是半個鐘頭。那這裡面當然會有很多的不捨，因為我要捨掉很多，其實我這個過程中很多很棒的我跟他們共同的這種理解，但是因為礙於長度的關係，我必須捨掉。所以我們常常講說，我們做紀錄片常常會是100:1的比例，就是我拍了100個小時才剪出1個小時。嗰所以啲紀錄片其實冇話嚟講，你可能翕了100個小時，最慢那點就1點鐘嘅一個紀錄片，但是伊中間都希望講用一條位剪出來以後，伊本能看到伊的最重要的部分。下一段節目，我哋咧導演一同我哋講，伊當初同去北京導演，伊咧約天河，伊咧睇天大航比，伊咧睇天南航行，伊樣嘅，伊開始用天南航行去完成伊嘅計劃。第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賓何明水導演同我哋講，伊很樣嘅開始接觸到空拍也為伊的工作。我想問一下我哋呢導演，其實我哋講到因為我哋齊柏林導演因為過身以後，你即個希望講可以加去完成你即個提議嘅伊的約天，然後伊啲睇天大航比，伊啲睇天南航行嘅伊的計劃，可是你即個開始人也為導演咧偷富發財嘅計劃。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簡單紹介一下講，乜嘢的導演的偷富發財？伊主要係賣偷富法，還是哪個一件事情咯？好，其實是這個起心動念已經有6年的時間了那其實我感覺到就是說，在年紀慢慢大了那當然在之前也有一個是我父親的朋友幫我用紫微斗數算了我只能有50歲的生命，所以當慢慢這個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我就開始覺得說，是不是應該可以做點什麼事情，在我兩腿一伸的時候，才不會覺得說我少做了什麼，然後我沒有做了什麼。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講說我該怎麼做。如果說我過了50歲我常常講說，這個多活了一天，就算我賺到了，那我多賺了，我是不是該繳點稅？那繳稅我用什麼方式來繳？那就我們拍紀錄片來講，其實我們是常常是兩袖清風那我也有的就是我的專業。那我在這個行當裡面打滾了這麼久，將近30年，我有的是我的專業，我用我的專業來去教小朋友讓他們去記錄自己的家鄉。那當然這一開始的時候，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講說我要去賣豆花他想說你不拍片了，你去賣什麼豆花？你會做豆花嗎？那當然這個還是在於說我曾經跟齊柏林那時候在他生前的時候，我跟他有這樣開了一個玩笑我跟他說你在天上飛，我在地上跑就好了其實我們都在做同樣的一個事情。那當然這個事情是在於
齐柏林掉下来那一天，我就决定说，要赶快去做这个事情，不要等到你事情都经过了，你再来去后悔。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赶快说，我要怎么来做，我就把时间点定在去年，给我2年一个时间准备，包括我要去弄一部车子，我要去学做豆花这个事情。那从去年的这个7月就开始走出去了，这样子。故事养的茶的到底是真的在卖豆腐法，还是得做忙的事情呢？其实这个豆花车我常常讲，我说这是一个概念甚至有时候出去的很多人说我老板，我可以跟你买豆花吗？我说我们卖豆花，但是我们不卖豆花其实卖的是一个观念。那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这部豆花车，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就告诉小孩子我们会请小孩子吃豆花，告诉他说这个豆花是怎么而来的，它怎么从黄豆变成豆花这个过程。那我们应该要感恩，我们要惜福。然后如果说你有任何一点点能力的话，你要能够懂得回馈。佮彤彤，你这个讲，你这个花2年的时间去做一件去计划一件事情啦，佮最尾又做到也为了豆腐发财。那豆腐发财是你这个一手做的没？豆花车是我的概念去做起来的那原本是想说简单一点点，买一部2手车就是那种很可爱的这种胖卡但是当你想要买的时候呢，没有一部车是符合我的想要的一个轮廓，所以我最后就本来是定在6月11号要出去的，是齐柏林这个逝世的那一天出去，但是一直买不到车子，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就先买了一部新车子，再买这种新车子去做改装，这样子。咁唔改裝嘅時間要用乜嘅想法去改裝一頭茶，因為一方面買豆腐法，一方面要教你做豆腐法，可是其實你最想做係乜呢？这个车子我做最大的功能就是它的空间，因为我要把我的这个空拍机，把我的所有的摄影器材、灯光全部塞到这个车子里面去，然后去开到偏乡所以它既要能够卖豆花就是我要拿变成是一个小孩子就说这是豆花车，我能够在车子上面去做豆花，甚至就是给小孩子吃豆花所以它的功能性要很强。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找了那个特力屋请他来协助我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的老师来帮我做，因为从我的想法里面去帮我怎么去完成这样子，甚至说我跟这个，因为我来自于南投竹山，我跟竹山的这个老师了就是艺术家，我跟他讲说，老师，我想要这个麻烦你帮我做这个竹子做的碗，可不可以因为我说我是来自于南投竹山，那出去打滚了那么久，那在外面得到了很多的能量，我想用竹山做的这个竹子的碗来承载我的这个能量，这样子。老师一口气就帮我答应了，帮我做了40个竹子做的碗，而且每一个都是他自己亲手去打磨出来的。那我也告诉小孩子说，这个每一个碗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小孩子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你未来想成就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豆花，你现在自己就要开始去努力，然后成就自己，然后才能够成就这碗豆花。可是我從到我喺路上看到我哋嘅土壤已經改裝嘅一啲師傅茶，佢上面如果有一啲我哋土壤嘅一啲形象樣，然後係做嘅藍色嘅沙子，然後流動嘅時光，拿到啲相片嘅啲師傅茶嘅，睇我哋嘅偏向地方。但是我哋嘅土壤係偏向咗嘛咯？我哋講即個有去講我哋嘅屏東嘅家棟，然後你咪同我哋嘅觀眾朋友紹介係講，呢個家棟嘅時間很容易去教細人呢，開始認識用影像去翕即家嘅家鄉啊！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講，也喺過程很容易去紹介本身人嘅啲。其实我跟小孩子那个第一次的接触我先请他吃豆花当然就像刚刚讲的，我会告诉他这个黄豆怎么变成豆花这个过程。那其实就像我们在做纪录片一样，我们要去了解所有的这个细节跟过程那小孩子透过这样子，我再告诉他说，其实我们就像这个要做纪录片，那我希望透过什么方式你们去了解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故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它有什么特殊的人文，
什么样的一个民俗，甚至产业，或是有特殊的人物，或是什么有趣的，我希望小孩子能够告诉我啊。那其实就像我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我们要去做田野调查一样，小孩子透过这样子，其实他也等于是在重新的去认识他自己的家乡。那当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再带他去做空拍的时候，他会更了解自己的家乡，而且在飞上去的时候，那种惊讶、那种惊喜是我觉得很意外的是，因为小孩子第一次看到用这种的高度，用这种视野去看自己的家乡，这是我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获得。故事等于讲，豆腐花茶是伊的本身伊呢个集群的一个方法啦哈，但是创案的一个方法的话，你这个有影响过什么一个事情吗？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于说，因为我们跟小孩子做互动了，而且我们希望是透过这样子一个豆花，因为我有一个课程是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孩子来去做创意豆花。那这个创意豆花，也就是说，透过他对家乡的理解，他能够去找到属于自己家乡的这种特殊的元素，来去成就这个豆花。我就说，我们在外面常常吃到的就是红豆豆花、绿豆豆花、花生豆花，但是我们希望小孩子透过这种理解，对自己的家乡理解，重新去调整自己看待家乡的方式，他能够去创作属于自己的一碗特殊的豆花。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时候，小孩子就会能够去看待更多，理解更多，而且能够去自己去找这些元素。所以当这个创意豆花出现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会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小孩子他透过他的一个不管是天马行空也好，透过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污染的这种思想，他可以给这个豆花很多的元素，包括就是说，这样在家冬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他就用了西瓜把它剖半之后，把里面的这个西瓜这个果肉挖出来，然后放了豆花之后，再放上这些西瓜。最可爱的是，他在旁边做了一个杯原子是西瓜人造型的杯原子，这让我非常的压抑的，因为本身嘉东它都是靠海很多的渔温，但是有一个产业呢是全省独一无二的，是西瓜的种苗场这个西瓜种苗场呢，它提供了全省将近90%的西瓜苗。那我们也透过这个课程的过程中，带小孩子去认识这个西瓜种苗场。所以小孩子说，导演，我想用西瓜来做，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呀，因为它本来就是它的一种产业的元素之一。所以当小孩子做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创意的豆花的时候，让我感觉很惊讶的是，小孩子他去认识了自己的产业。想我请问一下讲，怎么因为讲生人呢去认识自家的故乡，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呢？其实认识家乡，他也能够认识自己在这个地方，他自己会觉得说，其实他是很渺小的。就包括就是说，像我们带小孩子做空拍的时候，一飞上去的时候，小孩子说：“哇，好漂亮！”他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这个家，比如说嘉东渔温那么的漂亮，而且靠海边。我们在下午的时候飞，那个整个夕阳把那个整个渔温都变成是金黄色的，小孩子那种惊讶感是出现的。那同时呢，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教育，我们说，那环境很漂亮，对不对？他说对。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溪，是不是很漂亮？好漂亮。但是溪上面是不是多了很多的色彩？对，里面好多的垃圾。那我说那怎么办呢？这么漂亮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垃圾，是不是应该的？他说不应该。那我该怎么办？我们不要丢垃圾。我觉得这就是我达到的第一个目的，因为他认识的家乡，他懂得怎么要去让自己的家乡更好，就是要懂得去回馈那甚至有小朋友会说，我们要去捡垃圾。那觉得这才是我们达到一个目的，是小孩子透过这样认识自己的家乡，也懂得自己该去为家乡做什么事情。其
其實嗰種新眼神咧，我哋咧嗰種朋友話，以前我記得一句話都講，我哋講來台灣去美國。其實睇差唔多民國6、7、10年嘅時間，我哋會希望講嗰種喺台灣，睇以後最後可以去世界各個去生活。但是更加嘅社會目標啊，更加社會我哋會希望講我哋嘅生意呢，可以完全都可以從頭去認識。我哋也生長我哋、學我哋，俾我哋可以睇嘅地方。最主要嘅希望講，我哋喺台灣一塊地方，其實係一個難得嘅地方。我哋愛好好去保護佢，好好認識佢。嗰種我哋嘅導演其實一出嚟在做一個紀錄片嘅事情。休息一下，第3段嘅時間，我哋嘅導演我同我哋講，以前也翕嘅紀錄片，其中還有金門嘅啦，還有我哋台灣農村嘅紀錄片。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首段節目我哋來賓胡明水導演同我哋講廿位導演嘅特殊發財嘅計劃，更加亦同我哋紹介講以這個拍嘅紀錄片。提供其實導演拍嘅嗰套紀錄片，尤其有啲過喺金門拍嘅紀錄片，其實他間人都看過。你咪同我哋咧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當初我去金門去拍嘅紀錄片咯。其實我在2008年自己成立公司。那在成立公司之後，我就有一個想法，就是說怎麼樣把台灣這麼好的地方，雖然說我們以前拍了很多的對國際的這種宣傳影片，但是我們也跟很多朋友都成為很好的朋友。那我們想說，怎麼樣把這些是這個好的這個地方能夠介紹給更多的人認識，所以我就想說，用每一個鄉鎮一個鄉鎮的一個想法來去做紀錄片，然後去呈現每一個鄉鎮它的一個特殊的，包括人文、地理、環境、產業、建築、民俗，很多的這種好的東西。其實喺金門，特別看到金門的時候，感覺到同台灣真的完全冇共樣嗎？有，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有它不同的一個特色哦，包括就是說它因為它的地理環境所形成的，不管是建築，不管是民俗或是產業，它都會不一樣。包括我們的飲食文化也都不一樣，所以我們透過這樣去告訴這個觀眾的時候，他才能夠透過這幾個來去理解這個地方，而且他知道說我到每個地方去做旅遊的時候，他怎麼樣去融入那個地方。可能觀眾朋友會從頭認為講我哋嘅金門都係我哋整體，然後也係以前我哋一般金門本人的一種看法。但是其實金門也有過豐厚的人文的一種氣息，尤其係以睇中國的歷史地位，其實靠嗰度軍事體系。金門咧好多話同人哋講冇同樣，我哋台灣他會講我哋嘅前族化啦，我哋種族化，佢哋講嘅係一種同安強，嗰種強要同我哋冇共樣，所以東西其實對台灣人嚟講其實蠻冇到共樣嗬。但係我想問下個，其實導演去金門嘅時候，對你嚟講最有印象係乜個東西？還有咩紀錄片地方其實記錄嘅金門的乜個事情？因為我們都知道哈，金門有一個很大的產業，就是金門高粱酒。那當然，因為到了那個地方去之後，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然後產業的關係，所以我們要去做理解。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很漂亮的這種麥田、高粱田啊，再來一個是生產這個高粱酒的酒廠啊，所以這是最直接的一個印象。但是呢，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人的個性跟每個地方也不一樣，因為它畢竟是一個海島，而且金門它以前是一個不是一個很好生活的地方，所以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種這個文化，就是移民文化，移民到日本，移民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去。那也因為這個移民的關係，所以他們在比如東南亞賺的錢，他們就把錢匯回來金門蓋房子，當然就是為了光宗耀祖啊，也能夠去展現自己的這個在外面打拼的這個能量。嗰種廿位的紀錄片名啊，曲其實都係我哋做高粱酒嘅時候曲嘛，哈，佢對呀曲地方，你這個看到乜個東西啊？其實一開始想要去做這個紀錄片的時候呢，也因為前面我已經去記錄過金門，那當你透過那一次的一個認識金門，我看到了兩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因為要生產這個高粱酒，所以它必須有小麥跟高粱。但我看到的是金門的這些農夫呢，他就像這個小麥稈一樣，韌性很強，
就像小麦种子，你把它丢到哪边去，把金门人丢到海外去，它都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成长。那因为透过这样子，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些农夫他一年到头都没有在休息，他种完小麦就种高粱，种完高粱就准备种小麦。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有1-2个月的休息，他也没有在休息，还去种菜、种田干嘛？但我常常用这种方式，就是去突击检查我看到他们都是在田里面在忙，为了下一次的这个工作在做准备。那我也看到了，这是金门农夫的一个韧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遇到了这种天候不好，然后造成了这种他的收成也这个一系就是完全都不见了。但是呢，这个农夫他不会感到非常的沮丧，他也不会怨天怨地。我甚至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糟糕了，因为有时候做纪录片因为我们要去挖掘他的这种反面的这种情绪，但是我挖掘不到。我希望他能够讲一些怨天尤人的话，但是好几次他从来不讲，他只讲说老天爷有给我们好的时候那我们只要再努力嘛，再种嘛，再种就好了。那这就是我看到的农夫很任性的一个地方。那就像李国修他的爸爸留给他的一句话，就是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所以我看到的这些农夫跟这句话是完全对应到了，他一辈子就想做一件事情，把小麦种好，把高粱种好。然后就像那个酒厂的这个制曲师一样，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制曲师。他就是想要把这个酒曲做好，把这个酒曲的品质做到最好，他才能够提供给金门酒厂的这个生产线去做出最好的高粱酒。所以我用菊曲来去呈现他们这2个，就是菊是一个鞠躬尽瘁，是一个躬耕的意思。就像一般的农夫，他必须顶着烈日在田里面工作，无谓的就是想要这些生产能够做到最好。可像其实在拍纪录片的时间，有多多蛮过困难的事情吗？好，其实拍纪录片最难的就是说我怎么样跟我的受拍者达到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我说为什么要用亲密的关系，是因为我可能一整天，甚至这段整个时间，我必须跟他一起生活那当然这个生活我常常会就是用一个旁观者的一个方式来去看待他们，包括就是说我早上5点就已经出现在他们家门前，因为这个农夫跟我讲说他5点就起来，然后简单吃个早餐他就出门了。我就躲在那边等着他出现，等着他把灯开亮了，然后他看到我说你怎么出现在这里？我说是你告诉我你5点就会起床啊，所以我5点就来了那这个就是说透过这样子我才能够去看到最真实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当我们慢慢跟他有这个长时间接触的时候，他们会放下心防，他已经把我当成空气了，把摄影机当成空气了，才能够展现他最自然的这一个部分。而且呢，他可以把我当成是他的家人一样，他可以把很多的话告诉我，而不会有所隐藏。可是等于是讲，把不用骗人这个如果在过自然的存在的时间了哈，伊如果过自然去表现这个了哈。像有一部片呢，係人講農村的演講啦，嗬，由入味到我哋2019年天使金鐘獎嘅非戲劇類嘅一啲入獎獎。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也會我哋講紀錄片係做乜嘅東西啊？好，農村的遠見它是總共有10集。那他介紹的就是有包就是台灣1集之外，其他9集都是在國外，有美國、德國、荷蘭、日本，還有印尼。那其實我們也希望說是透過這些國家他們對土地的政策，甚至說是這些人民他們對土地的永續經營的一個概念，然後把這些想法能夠提供給台灣的這個觀眾來去做一個借鏡那當然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其實他們對土地都是存在的事，他們講說他們這一代只是跟下一代借這個地方來去使用，這個土地不是他的，雖然說是在他的名下，是在他的這個他所買的，
但是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是跟下一代借来用的。可是唔睇下翕係也被因內的一個紀錄片的事件，你想去記錄透過一個紀錄片，那同樣的台灣的民眾講忙的事情。好，因為在這個團隊裡面，我擔任是一個攝影師，那我希望是透過我的這個對這個地方的理解，透過鏡頭去告訴我的觀眾說，他們怎麼樣來去對待這個土地，甚至說我們跟受拍者會產生這種距離，我再用一個比較旁觀者的態度去看待他們的時候，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這種不管是在烈日底下，或是他們在這種環境之內，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怎麼去對待這個土地的一個想法，跟他們對土地的關愛，跟我剛剛所提到的，他只是在幫他的子孫在照顧這個土地，那這就是我們要去看到的一個部分。因為我是從南投竹山上來的一個小孩子，那當然我的老家是在嘉義民雄，也是一個農業地方。那從小也是看到父母從小是看到祖父他們在田裡面在工作的時候是那種躬耕的，然後在那種田裡面的工作，所以這是一個最直接的想法。當我們影射到我的這個影片裡面去的時候，在我的鏡頭底下去的時候，我也想去捕捉我的祖父母他們在田裡面工作的那種狀態，也就是說他怎麼樣在田裡面然後去面對甚至反映的是這個土地的一個關係，這樣子。有人講台灣人的善良群權其實有因為一塊土地，因為我們對一塊土地的一種認同。頭先我哋討論地方有講過一句話，講緊一生人可以做過一件事情的話，其實都功德圓滿的。其實一生人各種人可以做一件事情，其實嘛係一個幸福的事情。可是最晚我想問下討論講，你還會繼續拍紀錄片嗎？我還會再繼續做紀錄片的這個事情，因為它是我的最愛。今日佢感謝陶陽來到嚟現場同你分享安度紀錄片的事情。感謝大家。休息一下，我等下聽下在現場來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運動的時間來，謝諾夫先生今晡日教大家保健運動的重要，今晡日我哋一來保健我哋手臂，還有我哋身體，還有我哋腳，今路一來幫康一來，本自家運動健康，又有精神。準備好些麼？我哋開始來哦。第一咧，我哋來做嘅係我哋手臂嘅運動，手腳打開來，手柄當空，手柄搖，慢慢地放，同肩路腳放落來，好，慢慢地放哦。放啊，最輕，陪我哋身體有輕鬆嘅感覺。再來換另外一片哦，另外一片，放上來，再來用前面，手臂，唇啊，側。唇啊長長，放我哋肩路哦，再來另外一片，再來揾一片。來哦，換片，換一片，
樹慢慢地揚上來哦。揾入片咯，讓它過色。再來揾入片。嚟哦。揾入片咯。人哋樹皮嘅運動，同人哋身體變上來，再讓人哋轉人哋身體腳，出去，樹變頂，樹變後面，轉後面，看下最後面哦，同人哋最強勁放得多腳，勁路腿放開來。我哋慢慢回來，樹邊前面後面，看後面，繼續再嚟，樹邊下來，轉後面。人哋最強勁，遠啦，人哋背、腰、腳全部仲放開來劍路。揾另外一片，樹邊下來，轉。再回來。邊放開來哦，就可以用力向上做，你要流汗哦。我哋睇做下運動，要記得腳一定要穩哦，先唔得掹到，一定要穩定來，唔睇穩定，其實你要流汗哦，身體要保持平衡。慢慢地來哦，人哋慢慢來，同身體放開來，安尼都唔會受傷哦。再來前面，將樹腰骨放開來。樹手可以咩順圓，還有師傅睇對順圓正常哦，因為你安尼都同人哋見路變上哦。再來人哋來做腳，腳打開來，兩片做好勢，腰骨變下來。放開嘅腰骨、腳，全部嘅勁路貼變上來。安尼步拳運動簡單又好用哦。揾另外一片，樹變下來。頭拿陽光來，仲有運動到哦。最末停留10秒鐘，我哋再轉另外一片重複做哦。來。腳打上來哦，頭拿陽光來，要感覺一片這個順圓咯，一路同人哋劍路係放開來，時常。運動一片，我哋下擺較安全哦。
进入放松，要做乜嘅要加安全。好，揾一片哦，來揾一片。10秒鐘。慢慢地轉過來哦。非常嘅好，大家做得真好哦。有啲運動唔是個太重數，睇不卡，自家都是會做嘅哦。腳小可以旋轉，係你自家嘛喺度黏黏嘛哦，黏黏啊，腰骨旋轉嘛喺黏黏啊，要慢係你最後面有啲腳，前面後面掂路放開來，行路都安全，步徑係你腳緊咯，腳緊地打開來，後面打出來，試看先你哦。安尼，腳步旋轉正常，安尼都很做啊正確，安尼打落揾腳哦，揾腳看先你哦，好嚟，揾腳仰向來，後面打出來，要同安尼腳保持平衡，腳緊安尼打開來。唔要剛剛人受熱烘來哦，越受熱身體都健康哦。你要流一絲汗哦，唔看在腦腹身上，又慢慢喺流汗嘅呢。表示我哋運動簡單又有效哦。向下來做，再來一擺，腳打開來打出來。打出來，腰骨打出來全部身體仲放開來哦，你看到再來揾一片，來揾一片，腳打開來，我腳緊，安尼運動，腳都敢唔會出問題哦，無論人家行路輕鬆腰，一定安全。我哋叫每日好嘅，對前面後面我哋做一擺簡單做，兩片我哋數腰骨放開來，做我哋運動，再來身體向後些轉滑，埋喺後面，揾另外一片向喺後面，再來，我哋腳放開來，看前面當空，再揾一片，前面當空，最後面嘅動作，就向我哋腳緊哦，腳緊放開來，有啲搖搖感覺哦，揾另外一片，搖放上來。要打出來哦，後面嘛打出來，安尼能要放鬆，簡單的動作，安尼睇不卡，都是在做的哦。各位觀眾，今日在腦腹身上教嘅一條動作，大家要好好運動麼？記得咯，下一擺我哋再來聊哦。